台湾才发生地震，加上这风台的季节就要来咯。彰化县消防局和卖场五金行合作，规划这避难包专卖区，方便民众去买。消防局也要提醒民众，这手电笔啊、保暖物件，平常时就要存起来，若准碰到天灾，啥哩就有啊。 手电仔、电池、号码，这寡平常时真接看到的物件，若拄到天灾，拢有可能是救命的工具。台湾地震济，消防署就建议民众厝内至少爱准备一卡紧急避难包。即马地震频繁，其实要有危机意识，内底有手电筒啊、饼干啊、巧克力啊、口哨啊。无呢，因为阮兜的人拢无重视这块，伊就唔知影要参加的。现在物件厝内底敢拢有？厝内底拢有，啊，毋过就是无款一个包啊，甲伊包起来安尼。 根据台湾地质中心调查所2021年公布的资料显示，台湾计共有36条的活动灯站地壳活动济，真接发生地震。这个月初5，彰化河边嘛真罕见发生规模3.7的地震，加上风台季就要来咯，彰化县消防局就和卖场五金店合作，规划避难包专区，提醒民众随时拢爱有防灾意识。可能民众伊对这个观念也未讲真有充分的认识啦，所以这嘛是咱近年在推动咱一寡防灾活动。避难包内底伊是爱放3公分的一寡食物个水，搁咱一寡简单的医疗用品。啊，另外就是其他个人所需要的物件哦，可能是一寡手电火，还是行动电源、拉里奥。 台湾毋若地震济，即阵仔黄霜雨季结束了后，就换风台季咯。消防局呼吁民众，普通时啊，就爱甲紧急避难包存起来，放伫大门边好摕到的所在。好天积雨来牛，随时做好准备，才有法度应付天灾意外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